头一条来看，这个新北市蘆洲中山一路，伫个透早7点外，一台修理车不明原因弄入去超商。讲这台车的驾驶是载着爸爸妈妈，还有小妹要去菜市啊买菜，因为这驾驶前一暝有食感冒药啊，早起人是细神，才会造成着车祸，加在无人伤亡。 阮车的修理车位路口出来，速度来伊完全无减速，就直接弄去人行道，佮弄入去超商的大门。边仔骑士是看到刚去，驾驶可能嘛惊一条，就豆豆啊甲车拔过出来。 弄着的声惊动附近的住户，随摕手机来翕。一个喊过的场景，警消嘛接到通报到场，准备做处理。当时嘛叫拖吊车把车辆拖走，向出车祸嘛拢甲附近的店家惊到。有吓一跳啊！没发生过这么严重的那个撞进去店里面的一连串的撞击声。对，然后就抬头看，就车子已经插在那个 莱尔富的那个自动门那边。事故发生伫咧今仔日早起7点外，新北市蘆洲中山一路现场，超商的大门规个轰动甲密密麻麻，工程人员嘛伫咧门口摒扫，那边仔人行道顶的 U-Bike 站嘛互弄甲嗨起。根据了解，55岁黄姓驾驶载老爸老母佮小妹准备去菜市啊买菜，不过因为前一暗才会爱困的感冒药啊，敢若是精神歹才会出车祸。 该小客货因不明原因失控，以致 U-Bike 归还站部分受损及超商玻璃门碎裂。小客货后座伤者1名，送往市立3重医院就医。这个事故敢若坐伫后壁驾驶的老爸头壳小口外伤送医，其他人拢无着伤。对这超商嘛回应，柜台人员拢平安，目前会赶紧恢复营业。不过车辆向弄超商，有影互附近的民众拢惊甲破胆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